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要介绍我所设计的竹编包，颜色是以大胆的互补色，还有红色、绿色所组成。想要呈现出大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六角拼这个纹路很特别，然后又中空，可以展现包包的原本的颜色，而且这颜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方形就是单处，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跟那个六角边感觉蛮搭的。走进龙崎国小的教室里，每位小朋友宛如小小设计师，用着大胆又扎实的手艺，向我们展示创意与自信兼具的竹编作品。我做的竹编包是一个圆筒形，然后它中间边的竹面是斜纹边。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背包是由皮革和竹面编制出来的斜纹边。这个竹编是用龙崎的长枝竹做的，这个外形是圆形，很特殊。龙崎将竹编课程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的架构里面，其实这个已经长达10-20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当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竹产业呢，在龙崎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样态。那随着后来的整个竹编器具的需求降低之后啊，这样子的产业才逐渐的没落下来。咱龙家区较早的产业就是竹编啦吼，较早咱的老大人吼，对这个竹编拢相当的专业。但是咱即马这个竹编经过这个整个产业的升级之后竹编慢慢没落了所以讲这个产业要来维持我相信伫咱的龙崎国小这边来开这个竹编的课程相当有这个意义啦当然，这个竹编的物件为细汉开始学起，因为你若老大人还是讲中年人来学可能迄个速度，包括伊的迄个专业的部分会较欠缺所以讲咱校长会当想到这段会相当有一个效果出来相信透过咱国小为细汉来学这竹编这传统的工艺对咱农业区未来竹编这个产业未来有一个远景希望透过为细汉开始学起然后做一个创意的东西出来咱的工艺的部分会当个传承下去这样子。斜纹边就是2121的循环2121，可是呢，它是压2压1挑2挑1，可是再来呢4片就要开始做，就是它4片是一个循环。那21看着孩子们乐在其中，个个聚精会神埋首编织。除了同时间要聆听老师讲解技巧，更要牢记口诀，才能将手上的竹片呈现竹编特有的美感与样貌。而为了让地方上的竹编技艺萌芽，不要说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更成为不断往下扎根的行动力。我在龙崎国小任教已经10年了，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小班制，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那甚至呢，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属于比较过动的，可是呢，不一定是这些比较过动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竹编。就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呢，请小朋友编竹编，他们通常都会很喜欢。手作能力从不好，然后呢渐渐训练，他们的手作能力就会变好。他们编完竹编的时候也会很高兴，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编了20片了。”那有一些小朋友就编到那个钟声已经响了，要下课了，他还会继续。老师，我还有差2片，我就要编完了，等我一下。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要看看你那个竹面套进去的那个6角，压2，这里就要怎样？如果你现在已经需要编到横面的人，那你就是你手上有的先编完。欧成君，你的是怎么了？你看哦，你自己拿一片竹面这样子比对。对啊，编这一条，你看第一片这里是压，所以你这里就要。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创新的，除了结合这些美术的这一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议题去做课程的编排。那环保的部分，刚才就是我说的5年级已经有在做这个一系列的竹篾跟塑胶，不管是水果网套还是塑胶袋，还是那个保特瓶做结合，我们都已经在让小朋友在做不同异材质的结合创作。
以前的竹编几乎都是竹笼，一些比较能够家庭用的实用性的一些竹编的东西。那如果说小朋友有一些创意，可以加入一些比较有特殊性的、有文创性的东西，把它加成下去的话，未来整个龙崎区的那个产业，竹编的产业希望透过整个从小做起的这个部分我们结合社区结合地方的一些社团共同来一个愿景出来，希望我们那个竹编能够把它成为我们龙崎区未来整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加成的效果，也可以纳入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我的竹编包。早安，高炸！我今天刚好有空，所以要去开车载我们在地的长辈。然后因为长辈白天很无聊所以都在家很闲。然后我刚好找今天的时间要在那个在地的长辈一起来聊天泡茶。对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好啊，好，走。你妈，你看好啊？这双下底迄步道安尼。我哪会唔知迄花遐水哦？我知嘿，我个知一个知。这我袂晓叫大姑姐叫啥？叫金杯啊。金杯啊。那我是村庄最年轻的一位返乡青年，然后就是这些长辈跟老人家陪伴，然后照顾我。然后在地的老人家长辈平均年纪都在90岁至80岁。对，那因为脚没有力气，所以可能步行没有办法到达另外一户，所以他们串门子的机会几乎很少。阿伯，你几岁？99。99。很低啦，你99。第一名99。你第三名？你88啦，伊是迄个布袋戏达人 M 布的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想将老人家聚集在一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家常，仿佛就像一场乐龄同乐会。在这难得的聚会中，静怡还特地安排充满回忆的活动，量身打造，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咱这是竹仔的啥物？故乡。竹仔的故乡所以今仔日就用试竹仔，要互恁行好栽花一定有甲你撮好变一个安尼裤仔恁爱家己创空安尼够清楚？有吼。会用这个竹子是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得很美很好，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子陪伴跟聊天。我们这里菜人看上栽较水，看有奖品无？请恁食茶。大家拢讲龙桥区是一个老化的区，是一个人口数的少的区，但是龙桥区伊的特色有伊的一寡较特殊的所在。这个部分其实咱的老大人伫龙桥区遮，除了伊做事，龙桥区做事的这长辈其实就是伊身体健康的所在，因为拢有咧动嘛。伊即马做事了转大家搁伫遐开讲伫遐讲过去讲未来，生活就感觉真好过。所以讲其实咱在地老化
在地活得健康、活得快乐，这嘛是咱对这长辈期待的一个这因生活的一个方式啦。至于讲龙崎区伊的产业、伊的观光、伊的旅游，免来杀，这就是公所爱同地方来结合，这是阮公所爱去做的工作。这嘛是咱市长一再讲要求各区一定要把你地方的特色创造出来呢。这些年，龙崎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从一夕爆红的龙崎光节，不止点亮山城夜空，也打开知名度。第2年更吸引17万人次，连收费都挡不住热潮。而身为竹之乡农会打造的竹炭故事馆，让竹子从传统材料变成具有价值的竹炭产品。区公所也和社区勤农一起推动轻旅行与食农教育，让人从土地的滋味理解龙崎。未来更期待把光节、竹炭馆、水土教育园区与在地特色串联起来，让产业与人情一起发光，就像爷爷奶奶的歌声，质朴却带着温暖。鼓励我的决心，鼓励我的希望，鼓励我解酒为你一人。各位同学，今天早上好。然后今天知道是体验什么课程吗？最后1堂课哦，所以你们今天会很忙。然后前面的2堂课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地质，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啊、土型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蔬菜水果。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在地都是跟竹子息息相关啊。你们等一下要自己体验，把竹子锯起来之后呢，要怎么形成一个中岛的当家的公啊崩。好，这次办小旅行是因为这2年来啊，我们都在竹园，就是每一户人家都在竹园挖竹笋。这几年我返乡啊，都是每一样食物跟生活用品呢，都是跟竹有关系。然后你往后看就会分辨，敢有感觉边啊有做者迄刺刺的，迄一看就知影就是刺竹啊，它的竹子很巨大。这个就是呢刺竹，很明显。在祖先一来这边开垦的时候，所有的整片村庄就是只有刺竹。以前的农袋就是拿来盖房子，刺竹啊是最不好吃的，所以人拢改摕来做啥？做酱笋。有没有听到声音很硬？有没有？这个一定就是不能吃。可以，那个不能吃。对，不能吃。其实啊，它明年就变成竹子了。它好像汤就是对。拍摄当天来了一群团客，陈静怡和爸爸陈连东一如往常，如数家珍的和大家分享各类竹子不为人知的小知识。这个还有魂，这个家是今年的啦，白白的，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白白的？这个已经3-4年了啦。对，就这个这个就是小朋友刚出生。若要厝起来做这个的物件较老的较用。新的这两。那每一户长辈都是竹编达人，甚至从农村时代，他们就是砍竹子，然后运用竹子呢做竹碗筷啊，对，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慢慢的，就让老人家可以来协助我啊，老人家的专业，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导览人员。慢慢的有一些动力，老人家看到有人潮，就发现，真的是这些老人家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活跃起来这样子，对。临近高雄内门的龙崎，除了是台南最东的聚落，更是整个大台南人口最少的行政区。不但人口外移严重，高龄化的社会结构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想顺利在2地上谋生，除了乐天知命，要如何将竹子善加利用，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法则。夏天不要砍竹子，因为梅雨季节来啊，这个竹里面是空心的，然后伊就搞甘水。甘水了，伊本身个甜的，所以落雨来的时阵啊，你若把竹啊扯起来，我们回去做不管任何的生活用品或是竹艺啊，没有多久，我们所做出来的竹艺全部拢就骨啊假了了。还有早期我们这里没有水源啊，我们来到竹林去砍柴砍竹子的时候，
可口了怎么办？就是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水就流出来了。好，然后可以一个来这边接吗？拖下去哈。啊，等者哈，我搁伫遮顾者。无，我搁伫遮顾者，因为遮袂当用啊。好。这个这么小，只能做茶碗蒸，绿竹茶碗蒸。这边哈，这边等一下是要让你们装米的，所以你要从这边锯开，对。哇，走到了。为什么要办这个小旅行？其实也是要从竹子的一个使用，再加上在地农耕的这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恶地的环境，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他们先人所带下来的这个智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田调完，知道这一些资源之后，先了解竹子，然后再了解在地的家庭农园的耕作方式，然后去带动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来协助帮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一个在地的资源能够让外县市的人去看到龙崎这一块好的一个环境。这个青菜啊，红荇菜，对，所以一煮开规盘拢是红的，好。然后对，你有没有看到草莓啊？草莓啊，草莓啊，给缸爱皮破条，就是代表都没有污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那个昆虫。我们这边因为真的很偏乡，我们是唯一龙崎最偏远的、最深山哪来的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没有杂货店，也没菜市场，所以必须每一户老人家都要自己在田里面自己种蔬菜水果，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而且这些老人都已经80、90岁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包含他们的2只双脚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即将消失的村落。这5年来啊，大家都只知道龙崎就是有空山祭、有光节，但是我们这边离光节起码还有15分钟的路程。对，那除了说透过了竹子，然后竹子导览跟竹子 DIY 之后呢，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田里，然后认识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农作物，然后变成让客人可以从产地、从田里到餐桌，都是我们一手自己制作的。这些小旅行其实对我们在地人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平常我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说我住龙崎，大家就说哈。龙崎在哪里？那现在透过这些小旅行，慢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龙崎的名字打出来了。8个里里面，虽然都是属于龙崎，但是它各有特色，它每一个地方的风情文化都不一样，不是只有白垩土，还有很多在地的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1天2天可以逛到完的。不要太满，不要太满哦，6分就好了。因为还要加水啊，这是糯米，所以它会膨胀。注意看哦，这个哪一边当上面？这边干净的，光滑的，对，光滑的，包起来。啊，没关系，包起来。之后用麻绳，然后一定要系紧哦，好，那个香气才不会跑出去。哦，好。要一个啊，这边可能对啊。啊，我已经看到我的竹筒换了。好，然后我先剖一只给你们看哦。对，还要剖，越讨厌再多。然后剖之后呢，一看这个就是水太多了。啊，对，变满。哦，好来。这样子其实还好呢。哇，不会，看起来很香。可以没？可以没？哇，哎，作弊你老爸，我现在6爸，就水耶。用安刷豆点，嘿，用小架做烤鸡。哦，重点不是这一只鸡，是阿伯咧包的时候爱甲翕入去，那是主角。鸡只是配角。爷爷爽朗的笑声，真是替烤鸡增添不少幸福滋味。而道地的野炊料理，不但和竹筒饭相得益彰，远离尘嚣的手作体验，或许也是这趟小旅行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吧。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说，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小地方，它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这种使命感，说真的哈，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相信台湾很多地方哈，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热忱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台湾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很好。公所这边针对这个地价部分公所这边会跟农会共同来设这个不管是迄个在地的石龙部分，还是讲在地一寡轻旅行的部分。把咱龙峡区的景点推予咱这游客会当知影。龙峡区唔是干那地啊尔，龙峡区的农产品包括往来笋拢是真好的一个品质啦所以未来拢伫迄个地方创生公所袂当下这责任啦。当然会跟社团来结合，包括社区、咱地方一寡青农共同来设这个地方创生，会希望讲把咱龙峡区不管是伊的人文、伊历史、伊的商业。竹编还是讲竹炭的一个利用，循环经济的利用，会当透过地方创生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形态出来，互咱龙峡区唔是讲人口数少就无希望啦。这个部分公所会跟地方来结合，会当设这个地方创生，互咱的游客入来，互咱的少年朋友会当入来遮共同甲咱不管是人口的提升也好，商业的提升也好，还是讲一寡经济的来效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来宾大家午安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龙崎里山餐桌市集计划。那透过美味的在地蔬果、熟食，还有竹编以及这边的生态故事分享，那今天将带领大家深入参与了解这个土地的多样性。哎你好，你呢？今日阮中社区办市集活动，介绍这迄个外地转来的少年家到赞助摆档。这是阮家己市的乌猪来个阮这，这久无看，你好，生意好无？袂歹哦，袂变了啊。这个穿山甲，这草椒。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手工饼干烘焙很有兴趣，然后想说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市集。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介绍当地的食材，然后一些爷爷奶奶啊，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手工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这湖地北村，家里吃，这有冰尖店，这鞋啦，这。自编蜻蜓这种大家拢平衡的啦，拢随便就当休啦。这我少年就会安尼，因为阮这个在做迄个鱼人我做鱼人过若看到物件，阮就拢看到就会龙崎很美。不仅只有空山祭，走进偏乡，然后来到我们的社区，看到龙崎的特色，尤其是这群老人家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是我们龙崎最美的风景。本集节目由台南市政府监制，三冠网有线电视公司制作，谢谢收看。